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繼續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我哋個股共反產品嘅最新情況啦、市況啦，以及咧即係經歷完假期嘅時間入邊啦，有冇啲乜嘢嘅市場焦點啊，甚至新聞咧，大家需要注意㗎。咁睇翻隔晚間美股嘅走勢嚟講，就相對比較疲弱。咁啊，特朗普 Donald Trump 嚟講就對聯儲局主席啦，即係遲遲唔減息啦，有個不滿嘅情況。咁啊，亦都市場憂慮緊咧，即係咪究竟有機會換咗聯儲局嘅主席？咁啊，市場上面開始擔心緊咧，對美元嘅資產嘅信心啦，股市上面嘅信心咧係受到影響㗎。咁你見美股三大指數琴晚嚟講都跌超過2%。咁一啲嘅重磅股嚟講，譬如話 Tesla 啊、Nvidia 嚟講，都跌超過4.5到5.5%不等嘅。咁啊，翻到嚟港股交易時段啦，我哋見7366啊、7388啊，即係 Nvidia、Tesla 兩倍睇淡嘅產品嚟講咧，其實個表現就相對做得比較好啦。咁啊，升幅嚟講都超過1%2到1%8嘅，短短半個鐘唔夠嘅時間咧，其實已經超過500萬嘅港紙成交。咁呢啲嚟講就係我哋見到琴晚美股收咗市之後咧，即係你見個市況嚟講都相對比較疲弱。翻到嚟港股交易時段啦，呢啲嘅睇淡產品嚟講就幫大家做到一啲短線嘅部署、短線嘅交易，賺取啲嘅額外回報。咁我哋睇翻上一個禮拜四嘅成交情況咧，即係都經歷完一個復活節假期。咁4月17號咧，全日嘅成交方面啦，9隻共反產品嚟講咧，我哋見到嘅成交超過2300萬嘅港紙，咁超過80%咧都係嚟自港元嘅交易櫃台，咁啊剩低2成咧就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啦。咁而至於最受歡迎產品嚟講咧 ，turnover 最高咧，就係我哋隻7388，即係 Nvidia 兩倍睇淡嘅產品。咁啊，成交方面超過520萬港紙。咁啊，而第二咧就係7366，即係 Tesla 兩倍睇淡嘅產品，成交方面都超過500萬港紙。而第三咧就係博 Nvidia 反彈嘅7788啦。咁成交方面啦都超過450萬嘅港紙。咁咧暫時嚟睇咧，市況仍然係相對比較波動，市場咧仍然係聚焦啦，特朗普一啲對唔同國家嘅關稅嘅言論啦、政策啦，以及咧甚至內部嚟講咧，有冇機會更換一個聯儲局嘅人選咧？因為市場上面啦會受到情緒上嘅影響啦，亦都拖累股市上面嘅表現㗎。咁策略方面同上一集嘅策略仍然係相同嘅，仍然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我哋隻7388、7366。Nvidia、Tesla 兩倍睇淡嘅產品，作為一個短線嘅部署，甚至手頭上揸咗貨嘅時候咧，揸咗股票嘅時候啦，唔想沽出，咁啊用呢啲嘅工具嚟講做一個短線上面嘅對沖咧，亦都係可以嘅。咁今集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